可流，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不管你是做什么的，都有很好的一片天。当人跟人要互相介绍的时候，你通常会问对方这一句话：行好了，你走马给条路，你走马给条路，你走马给条路。你的职业是什么？当然了，人家这样问你就可以回答，比方说我的职业是艺人，那你可以说我的职业是律师、医生，我的职业是士农工商等等等都可以。现在我们赶快去看看怎么用这一句话。走，你走马给条路。来，李军来，谢啦，你的卡布奇诺，哎。5年不见了呢，5年不见，真的。对，我记得啊，从以前开始啊，你这个人啊，就以到处打工做很多工作出名的。你做过什么工作？你有没有算过？来，算算看啊。你当过这个服饰店的店员，还当过业务员。然后呢，还去这个便利商店呐、什么超级市场啦、拉保险啊、发传单啊、当家教哦，懂多很多啦。你走马给条路，你现在的职业是什么？做什商啊？不过这个学生的学生很调皮捣蛋，你怎么可以搞定？不会啦，其实现在的学生学生懂电一下啊，很讨人喜欢啊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应该是你比较帅啦，你比较容易搞定学生啦。OK， 有空大家约出来一下。OK 啊 ，OK。复习时间，店员、业务员、业务员。你的职业是什么？你走马给条路，当老师。做欣赏，学生，学生的，行真嘢客家 V&B，本人睇下，叫下嚟講客家吧。